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明明平時生活習慣差唔多，但係有啲人到咗60歲依然面色紅潤，行路有風，而有啲人先至40零歲就已經成日話手臂腳臂，行2步就喘晒氣。其實秘密好可能就喺你條血管度。咁好多人一聽見通血管呢，第一反應就係要食藥啦，或者做手術啦，甚至係要去診所排長龍。但係大家知唔知，其實我哋每日咧去開嗰間超市裏邊呢，就藏住好多通血管嘅最強零食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公開營養師私藏嘅10大清血零食榜單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心口有啲悶，或者擔心膽固醇過高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尾，因為越食真係可以令到血管越後生。其實血管阻塞呢件事真係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。想象下你屋企嗰條水喉用咗幾十年，入邊梗會有一啲鐵鏽或者污糟嘢積聚，我哋嘅血管都係一樣。當我哋步入30期歲之後咧，如果飲食太油膩、壓力大咧，血管壁就會開始出現一啲脂肪斑塊，就好似油垢咁樣塞住咗條路啦。到咗50零歲，呢啲油垢越積越厚，血液流得唔順，心臟就要用更加大嘅力去泵血，結果就引致血壓高。萬一有一日，呢啲斑塊甩咗落嚟，隨住血液流到一啲細嘅血管，例如腦部或者心臟，就會造成中風或者心肌梗塞。呢啲真係大鑊嘢嚟。咁點樣可以喺唔使長期食藥嘅情況下幫血管大掃除呢？營養師就話啦，超市其實有好多平靚正嘅選擇。我哋即刻入正題，睇下排第10位嘅係邊樣。排喺第10位嘅係好多女士都中意食嘅紫菜嘅。你平時去超市買嗰啲即食紫菜咧，只要揀啲低鈉啦，冇額外添加過多油脂嘅，其實係非常之好嘅清血零食。紫菜入邊含有豐富嘅食物纖維，特別係水溶性纖維，佢可以喺腸道裏面包裹住一啲多餘嘅膽固醇，隨住排泄物排走，唔俾佢哋進入血液。而且紫菜仲有豐富嘅礦物質，例如碘可以幫助新陳代謝。如果你係50零歲嘅銀髮族，平時口痕想揾嘢咬，紫菜絕對好過食薯片。跟住落嚟第9位咧係黑芝麻。好多老人家都知黑芝麻對頭髮好，但係其實佢對血管嘅貢獻更加大。黑芝麻入邊嘅維他命 E 含量非常之高，呢種維他命係強力嘅抗氧化劑，可以防止血管入邊嘅 LDL， 即係所謂嘅壞膽固醇被氧化。壞膽固醇一旦被氧化咧，就會變得好似粘膠咁樣黐住血管壁嘅。咁所以食黑芝麻咧，就等於幫血管搽咗層保護油。第8位係好多人估唔到嘅純番茄汁或者小番茄。番茄入邊有一種好犀利嘅成分叫茄紅素，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咗茄紅素可以有效降低血液入邊嘅炎症反應。當你條血管冇咁發炎，斑塊就唔容易形成。營養師建議，如果你買番茄汁，一定要睇清楚成分表，要揀嗰啲冇添加糖、冇添加鹽嘅。每日飲大概200毫升，或者係食10零粒小番茄，對保護心臟好有幫助。到咗第7位咧，呢樣嘢可能係好多健身人士嘅心頭好，就係毛豆。喺超市嘅急凍櫃位咧，經常見到毛豆含有豐富嘅大豆異黃酮，呢種植物性雌激素對維持血管彈性非常重要。隨住年紀大，我哋嘅血管會慢慢變硬。毛豆入邊嘅卵磷脂仲可以幫助分解血脂，將積聚喺血管壁上嘅脂肪搬走。下次睇電視嗰陣，不如將花生轉做毛豆啦。第6位係我個人非常推介嘅燕麥餅乾。注意啦，我講嘅係嗰啲睇得到燕麥原粒、低糖甚至無糖嘅燕麥餅乾。燕麥入邊含有 β 葡聚糖，呢種物質簡直係膽固醇嘅黑星。佢可以喺腸道形成一層膠狀物，阻隔膽固醇嘅吸收。如果你已經60幾歲，早餐除咗食粥，下晝口痕食2塊燕麥餅，再飲杯暖水，你會覺得成個人輕鬆晒。嚟到第5位，呢樣嘢喺香港超市非常容易買到，就係無鹽綜合堅果，特別係合桃。合桃嘅形狀雖然似大腦，但佢對心臟嘅保護力係堅果之冠。佢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別係 Alpha 亞麻酸，呢種脂肪酸可以幫助降低甘油三酯，減少血管發炎嘅機會。不過堅果熱量高，每日食1小手掌，大約5至6粒就夠啦，唔好一次過食成包啊。第4位係藍莓或者黑莓，呢類深色嘅莓果含有極高濃度嘅花青素。花青素可以增強血管內皮細胞嘅功能，令血管更加容易擴張，從而幫助降血壓。
研究顯示，長期攝取花青素嘅人，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會低好多。如果你去超市見到有新鮮藍莓或者急凍藍莓，買返屋企加落原味乳酪度，就係一餐超強嘅護心下午茶，準備入三甲啦。第三位呢係黑朱古力，係啊，你冇聽錯，食朱古力都可以通血管，但係有個條件呢，就係可可含量一定要喺70%以上，最好係85%。黑朱古力入邊嘅黃烷醇可以刺激血管產生一氧化氮，呢種氣體可以令血管放鬆、擴張、改善血流。如果你係嗰啲40零歲、壓力好大嘅打工仔，心煩嗰陣食一細塊黑朱古力，唔單止心情好啲，血管都會多謝你。第二位呢係綠茶或者抹茶啦，咁雖然佢係飲品，但係喺超市買到嘅茶包或者純綠茶粉呢，其實係極佳嘅清血工具。綠茶入邊嘅兒茶素呢，可以抑制脂肪吸收，同時加速脂肪燃燒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可以預防血栓形成。好多香港人平時食得太油膩，飲杯綠茶正好可以消滯兼清血。最後排喺第一位嘅最強清血零食，竟然係罐裝沙甸魚或者係鮮魚。你可能會問，罐頭都算零食？其實而家好多細細罐嘅水浸沙甸魚啦，即開即食，非常方便。呢類深海魚含有極高濃度嘅 EPA 同 DHA， 呢兩種 Omega-3 脂肪酸簡直係血管嘅清道夫。佢哋唔單止可以降低血液嘅粘稠度，防止血小板凝集，仲可以大幅降低心臟病發嘅風險。對於70零歲嘅長者嚟講，呢啲魚肉軟滑易入口，仲可以補充足夠嘅蛋白質同護心油脂。講咗咁多，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，既然呢啲零食咁犀利，係咪食咗就唔使食藥呢？呢度要同大家講清楚，如果你已經有嚴重嘅血管阻塞，或者醫生開咗藥，零食只係輔助，千祈唔可以隨便停藥。但係對於一般人或者係處於亞健康狀態、血壓、膽固醇稍為偏高嘅朋友，改變飲食習慣絕對係最有效嘅長遠投資。其實護理血管真係一場長途賽㗎。你每日揀零食嗰陣，係揀一包高油高鹽嘅薯片，定係揀一包無鹽合桃？呢個決定就已經決定咗你10年、20年之後嘅血管健康。超市裏面其實充滿咗寶藏嘅，咁只要你學識睇成分表，揀一啲天然少加工嘅食物，護心通血管真係可以好簡單啊！另外，除咗食呢啲零食，大家都要記得飲多啲水，因為當你身體缺水嗰陣，血液會變得好似稀爛嘅泥漿咁，流得好慢，容易造成阻塞。每日飲夠8至10杯水，配合我頭先講嗰10大零食，效果一定事半功倍。最後想提醒下大家，尤其是我哋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，壓力又大，除咗飲食，心情都好重要，經常處於憤怒或者焦慮嘅狀態，血管會收縮，增加咗受損嘅風險。所以放鬆啲，食塊黑朱古力，飲杯綠茶，同屋企人去超市行下，揀啲健康嘅嘢食，先至係最長遠嘅健康之道。血管後生，人就自然後生。希望今日呢一個榜單可以幫到大家，喺下次去超市買嘢嗰陣，可以揾到你嘅護心好夥伴。健康唔係靠一日爆發，而係靠每日嘅小選擇積累翻嚟嘅。大家一齊努力，將血管養得健健康康，迎接更加精彩嘅人生。